就命令你现在就给朕醒过来，醒过来！不然朕就杀了你，朕诛你9族，把你剁成9九80一块去喂狗！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你必须给朕醒过来！告诉朕为什么？你骗就骗吧，装就装吧，这回你给朕来真的了啊！你要死也给朕死得远一点，别让朕看见你啊！我知道，你就是看朕好欺负，对吧？你觉得朕拿你没办法是不是？醒醒，醒醒！你要带我出去喂狗啊？龙小弟，你刚才给我喝了什么呀？还能是什么？当然是毒药了。毒药不是甜的吗？喝的这个不光苦，还很涩。要是毒药的话，还有没有啊？再给我多喝点吧。我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，好难受啊！朕就是要你难受，和朕一样。当初发誓说好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不是说你不想再见到我了吗？朕才没有要见你，是你自己厚着脸硬闯进来，逼朕见你。大师兄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托叶赫大人的福，死不了。这是新熬的伤药，你连续服上个几日，内伤旧伤，应该也就无大碍了。叶赫大人何必破费呢？我一个死囚，喝这么好的伤药，岂不浪费？大师兄，你别恨我，我是没得选。如果我有得选，我宁愿做一个普通人。你现在说这些，还有意义吗？是没有意义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恨我自己。你现在痛苦，是因为小师妹已经不爱你了，可你还可以爱她。而我，
我连爱他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不，你错了，我也没有资格去爱他。你怎么会没有资格爱他？易欢现在怎么样了？他还好吗？他答应皇上，要回去劝降你和师傅们。皇上放他回去了。想不到，他为了康熙，居然做到这个份儿上了。义父和师傅们不可能投降大清，我更不可能。是啊，要我说，环妹还是太单纯，太幼稚了。她回去发现你失踪了，就回来和皇上要人，皇上不肯见她，她强行闯宫，结果诱发了头痛的隐疾。那她现在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皇上抱她回永乐斋，并召集了所有的太医，为她诊治。大师兄，其实皇上很爱小师妹，如果没有了你的存在，想来小师妹也一定会过得很幸福。我明白了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。叶师弟，易欢在这宫里无亲无故的，又是那样一个性子，就算有康熙的宠爱，也会危机四伏。我死了以后，还望你对易欢多多照顾。你放心吧，你我虽然身份不同，立场各异，可对小师妹的心都是一样的。我宁可牺牲自己，也一定会保她周全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还愿意认你这个师弟。你回去之后，是否有履行对朕的承诺，劝降李定国等人？当然。骗子！那晚我跟你回宫以后，你是否履行了对我的承诺，放得住哥哥？当然。骗子！所以，你才会找借口跟我翻脸是吗？朕要和你翻脸，还需要找借口吗？你本就是反党，既然无心归降，那你就是朕的敌人。既然你要自投罗网，那就永远不许离开。从今以后，你只能待在永乐斋，哪儿也不许去，除了朕，谁也不许见。那你不如把我的双腿砍掉，顺便在那链子把我给锁上，不就行了吗？朕不会再听你的话了。你说的对，朕不再是你的龙小弟，你也不再是朕的老大。朕不会砍了你的双腿，也不会用链子把你锁起来。朕有自己的主意。来人，奴才在。传旨，把整个永乐斋的门窗都用铁栅栏封起来。这。从今以后，在这个永乐斋，朕会每天给你送各式各样的好吃的，各式各样的华服。你想要什么，朕都会给你，除了自由。
奴婢谢皇上恩典。皇上，其实您大可不必把这儿变成您的大鸟笼子。奴婢想过了，只要你能放了奴婢的猪哥哥，奴婢就一辈子陪着你，一辈子在这笼子里坐牢。朕已经说过了，朕没有抓你的猪哥哥，这不是你谎话张嘴就来。皇上不愧是95之尊哦，说起谎来脸色不改，都不眨眼的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吃你给我的任何美食。只要你不放了我的猪哥哥，你想囚禁我，让我变成你的笼中鸟，没门儿！李欢，不要挑战朕的耐心。好，那我们就再赌一把，看谁能赢。皇上吉祥。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起来吧，皇上请坐。听说这个李玉欢又闹绝食了。他口口声声说朕抓了朱慈轩，逼朕要人。这个朱慈轩也奇了怪了，莫名其妙就不见了。这朱慈轩他没有失踪，他是被关在天牢里了。什么？朱慈轩在天牢里？又是索图背着朕干的好事，是不是？妾身冤枉，妾身的叔叔岂敢抗旨欺君呢？皇上，你不要把皇后给吓着了，这跟索图也没关系，是哀家下的懿旨，让叶赫父子去办的。皇祖母，你……皇上，老太婆并不想干政，可是老太婆不能看着你养虎为患呢。至于这个小丫头李玉欢，一个女流之辈，你要留就留着吧。但是这个朱慈轩就不同了，他不仅是文武双全，而且他是前明的太子，身份特殊，哀家断不可留。皇上吉祥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你在缝什么呢？嫁衣，也是寿衣。那日没能跟朱哥哥拜堂成礼，如果皇上肯恩准我穿着这身嫁衣，跟朱哥哥一起上刑场的话，
那奴婢感激不尽。如果皇上不肯恩准的话，那奴婢只能穿着这身嫁衣，去黄泉路上，跟朱哥哥相会，完成那日未完成的婚礼。你这是真跟朕犟上了。皇上贵为天子，可以为所欲为，乃至掌握了世间所有人的生杀大权。不过，皇上，您只能杀了我这个乱党，却不能阻止我这个乱党自杀。朕跟你说过了，朱慈轩不是朕下令抓的，是太皇太后下的懿旨，是你的叶哥哥执行的，与朕无关。我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，7日以后，太皇太后就要处决我的朱哥哥。不过我不怨皇上，我的生死跟皇上也没有关系。我只希望我能挨得过这7日，可以跟我的朱哥哥一同共赴黄泉。你为何要如此逼朕？你有没有在乎过朕的心呢？在乎过皇上的心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就算为皇上挡刀子，救皇上的命，那也不过是演戏罢了。不过您不用生气，再过7日，等奴婢死了之后，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人敢惹皇上生气了。离婚，朕恨你，朕恨不得一口一口生吃了你。你骗了朕大半年，朕放了你，你自愿随朕回宫，又自愿为朕去选降，朕信了你。可是你又骗了朕，是你先出尔反尔，现在你装出一副被朕辜负、伤心欲绝的样子给谁看呢？皇上，我都可以相信你没有抓我的朱哥哥，为何你不肯相信我？那日当时就在这个房间，我们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？不论如何，咱们2人一定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依，永不相害。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依，永不相害。这次你真的没有骗朕？其实答案根本就不在我的嘴里，而是在皇上的心里。不过我有没有骗你，你有没有骗我，这都不重要了。反正皇上也救不了我，救不了朱哥哥。来人！奴才在。传耶和那拉莫生。这李欢，7日你可敢在此与你的叶哥哥当面对质？为何不敢？如果证实了皇上冤枉奴婢的话，能否放了朱哥哥？一个一心求死的人，没有资格跟朕讨价还价。先把饭吃了再说。奴才叩见皇上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朕身边之人你可认得？认识。此人乃明中国乱党李易欢。现在，当着李欢的面，你给朕说一句实话：那日在慈宁宫中，你父之言可有欺君？这，若是你现在说出实情，朕还可以借我不救，
若你还想着欺君，那你就是罪加一等。皇上开恩，奴才的阿玛并非有意欺君，只不过因为太皇太后有懿旨，所以奴才的阿玛才不得不隐瞒实情。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给朕听听。奴才遵旨。那日，李易欢回到乱党窝据点，找到了奴才，并且揭穿了奴才乃朝廷密探的身份。不过，易欢说，他曾经承诺过皇上，要劝降李定国等人，所以同我约定，暂时先不揭穿我。奴才的阿玛并不相信易欢，所以命奴才盯着李易欢和李定国的谈话，他自己好去寻找机会盗取铜匣。等奴才进入到山庄大厅以后，听到。爹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光复大明啊？只要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这个天下姓朱或者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？混账！你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爹，从小到大你都教育我，说大清朝廷是如何的残暴无道，朱明天下才是正统。只有让朱哥哥当上皇上，全天下的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。但是在这大半年里，我跟康熙相处的大半年里，我看到的康熙，他心里不仅有朝廷，还有全天下老百姓和他们的疾苦。他励精图治，他是一个好皇帝啊！住口！晋王，晋王，不要！当时李定国十分愤怒，差点就要杀了易欢。至于后来奴才父子身份的暴露，其实也是因为樊篱根据过往之事加以推敲，与李易欢并无关系。欢儿，是朕错怪了你。朕曾经说过，我们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依，也永不相害，是朕没有做的。皇上，您既然已经相信我没有负你，那你也不能负我。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肯留下来陪你，你就会放了朱哥哥。欢儿，此事你得容朕再想想办法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头疼病又犯了？怎么了？不是头疼，是我心好疼，好像针扎一样。花儿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！